Hi， 大家好，歡迎收睇今集嘅國標 Channel。咁今日咧就嚟同大家介紹下呢一款潮陀孔雀嘅陀飛輪手錶。咁究竟咩係潮陀呢？咁潮陀其實就係將一啲傳統嘅品牌同埋時尚嘅潮流結合而成嘅一種設計概念，意思就係國潮嘅陀飛輪啦。咁喺以往呢，有好多陀飛輪嘅手錶設計上邊呢，喺錶盤都係比較保守一啲。咁啊，譬如話通常會出現喺錶盤上邊嘅都係一啲平面嘅數字顯示設計啦。咁而孔雀錶今次呢，就透過咗呢一個潮陀嘅設計概念，將一啲講求工藝嘅陀飛輪呢，就帶俾一班年輕嘅市場，咁啊成為咗大家可以擁有到嘅時尚飾品啦。今次所介紹嘅呢一款呢，分別就係有潮陀1啦，同埋潮陀2。咁而呢一款正正就係為咗孔雀嘅陀飛輪手錶咧邁向全世界。咁首先就嚟同大家講下呢兩款手錶，咁第一代同埋第二代嘅分別啦。咁而第一代嘅潮陀就係國內首款採用咗碳纖維材質嘅製作而成嘅陀飛輪腕錶。咁首先條件就當然係要具備重量夠輕、耐高溫同埋抗腐蝕性，同埋唔容易花嘅四大優勢。嗱，咁喺外圈呢，就係使用咗呢一個陶瓷嘅錶圈，一共呢就有4種顏色俾大家選擇，咁啊包括咗有紅色啦、藍色、黃色同埋綠色。咁首先我哋講到呢一個陀飛輪，當然最重要嘅就係呢一個機芯啦。咁而呢一個呢，就係孔雀手動上鏈自家研製嘅中軸陀飛輪機芯，咁直徑呢，就係43.5mm，厚度11.5mm。咁而藍寶石嘅錶面動力儲存呢，就係42小時，使用咗牛皮配合翻呢一個織布嘅纖維帶，而錶帶嘅車線顏色就對應翻錶盤嘅顏色。咁而另外一款呢，就係講到潮陀2，咁而就係用咗呢一個不鏽鋼再加碳纖維嘅兩種物料，外殼呢，就係使用咗不鏽鋼，咁而側面同埋錶圈呢，就係用咗碳纖維。有好多時候我哋見到嘅都係碳纖維錶殼或者係不鏽鋼錶殼，咁但係如果融入兩者之間或者係呢一個碳纖維錶圈嘅話呢，喺市面上其實就比較少。咁而呢一隻手錶呢，就同時都可以做到不鏽鋼嘅硬度同埋碳纖維嘅輕身。咁而呢一款設計嘅錶殼呢，就採取咗電導處理嘅不同顏色，咁分別就有金色啦、鋼色。咁而另外一個好特別嘅呢，亦都係好少見嘅，就係呢一個電導藍色啦。平時我哋常見到嘅中心陀飛輪呢，係個軸心就喺個中間位置。嗱，咁而潮陀2就係偏心陀飛輪，咁係由軸心偏離咗中間，再加上呢個支架嘅造型呢，就好似一個孔雀咁，咁係孔雀陀飛輪獨有嘅設計。咁而呢兩款呢，都各有特色。另外喺呢一個錶盤裏邊就做咗一個開放式嘅錶盤佈局，咁喺6點位置呢，就係鏤空展示咗陀飛輪嘅運轉，配搭藍寶石強化咗視覺嘅透視力。咁完全就可以睇到錶盤裏邊嘅層層疊疊嘅夾板，而每一塊夾板上邊都擁有住佢哋細緻嘅打磨。咁啊，例如喺12點位置就有直紋，中間位置就係日內瓦紋，咁而同埋最底層嘅呢，就係做咗呢一個菱角紋。而手錶嘅背部都可以見到清晰嘅齒輪同埋夾板有住唔同顏色嘅配合，搭出咗呢一個層次。咁而手動上鏈嘅時候呢，可以俾大家睇到有4個齒輪一齊咁去互動，完全就體會到手上鏈嘅一種動感。而錶帶方面呢，就結合咗2種唔同嘅物料，包括咗有呢一個直膠同埋真皮，而真皮上邊都加有鱷魚皮嘅壓紋，融入運動同商務2種唔同嘅風格結合埋一齊。而另一方面，亦都可以做到防水之餘呢，平時成日濕水或者係比較大汗嘅朋友，而呢一種錶帶呢，就一定係最適合噶啦。好啦，今日啱啱介紹完呢一款孔雀嘅潮陀陀飛輪手錶。咁如果大家對以上呢一款手錶感興趣嘅，或者係自己仲未擁有一隻屬於自己嘅陀飛輪嘅話呢，咁啊不妨即刻去翻我哋嘅佐敦裕華國貨嘅中華國錶門市裏邊呢，就詢問翻有關嘅詳情，或者係可以 click 翻以下條 link 呢，上去網站度購買翻你自己心水嘅手錶。咁如果有啲咩疑問嘅話呢，不妨可以 WhatsApp 翻我哋52112516嘅。好，又係時候同大家講再見啦，記得 subscribe、comment、like and share。臨走之前呢，撳翻個鐘仔，當我哋 update 最新嘅資訊嘅時候呢，你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又係時候同大家講再見，拜。